大家好，我是罗生彪讲法师。认识尊贵的占德古仁波切的人都知道，仁波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仁波切生命的每一分秒，都是在思考如何利益自身以外的任何一个生命，然后再把思考化成实际行动，做到只要还活着的一天，就一定要给另一个众生带来喜乐。身为仁波切10几年的弟子和贴身助理，我见证了上师仁波切的慈悲与善巧，见证了仁波切是如何不断地鞭策自己与弟子，努力让科切拉佛教团体的法业能惠及每一个人。仁波切的用心和努力，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想象的。仁波切从不会因为自己是一名转世仁波切，便敢有一丝的怠惰。占度仁波切在1990年5月31日被正式认证为转世仁波切和升座坐床的那一天，他便告诉自己：我要怀着利益他人的发心坐上这个法座，这就是我的至尊上师。然而，上师仁波切却因为一位在藏传佛教中拥有400年历史的护法神多杰雄登，而背负各种骂名、侮辱和伤害。理解多杰雄登护法争议的人知道，这个争议不过是因为政治及人为因素而引发的。也曾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占德古仁波切要这么坚持多杰雄登护法的修持？这不是吃力不讨好吗？如果占德古仁波切愿意放弃修持多杰雄登护法，那所有的伤害、攻击、侮辱不就会马上停止了吗？仁波切究竟在坚持什么？今天就让我跟大家谈谈上师仁波切的坚持。首先，占德古仁波切是于1983年在根本上师至尊迦杰颂仁波切的座下获得多杰雄登护法的修持和灌顶。至尊迦杰颂仁波切是谁？这位大师是20世纪的一位西藏高僧，他曾是格鲁传承主要寺院甘丹寺的住持，其辩经能力更是获得第13世达赖尊者的认可和赞扬。对尊贵的占德古仁波切而言，自己上师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言教，仁波切都格外重视，更不用说是自己上师传授给自己的修持法门了。只要仁波切答应了上师自己会做什么，仁波切至死都不会违背自己的承诺。这也就是为什么占德古仁波切对多杰雄登护法的修持这么坚持。没有错，多杰雄登护法的修持并不是迦杰颂仁波切赐予占德古仁波切的唯一的法脉。占德古仁波切也在迦杰颂仁波切的座下接受多个佛法开示和本尊的修持与灌顶。36年后的今天，占德古仁波切依然坚守来自根本上师迦杰颂仁波切的一切言教和法脉，而多杰雄登护法只是他对迦杰颂仁波切许下的众多承诺中的其中一个。就连占德古仁波切严守清净的比丘戒长达32年，也是仁波切对迦杰颂仁波切许下的另一个承诺。因此，我的上师仁波切那么坚持多杰雄登护法的修持，并不是为了反抗任何人，不是为了讨好任何人，更不是为了拿任何人的钱或有意伤害任何人，绝对不是的。占德古仁波切对佛法修行的纯粹是不容置疑的。包括迦杰颂仁波切在内，我的上师仁波切一共有16位上师，16位上师当中有13位是修多杰雄登护法的。占德古仁波切的做法是如法的。如果仁波切放弃多杰雄登的修持，那才不如法。因为除了占德古仁波切本来就是一个格外重视承诺的人之外，在自己上师座下接受过教诲和灌顶，这段师徒关系是非常殊胜的。这段师徒关系存有三昧耶，也就是弟子对上师的誓言。我们要如何了解三昧耶呢？为什么弟子坚守对上师的誓言或承诺那么重要？因为上师赐予弟子的一切，不管是给言教、身教、修持或灌顶，都是为了让弟子更趋近佛位。上师为弟子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弟子成就佛果。因此，如果弟子不听教，不遵从上师的教诲，或甚至违背对上师许下的誓言或承诺，那弟子也就离成佛又远了一步。因此，师徒关系中的三密爷既神圣又特别重要。尤其在金刚乘佛教中，清净的三密爷既是坚守自己对上师所许下的大大小小誓言或承诺，可说是弟子修行是否会有结果最至关紧要的因素。也因为如此，上师占珠仁波切又怎么能放弃多杰兄等护法的修持呢？或许在世人眼中，那不过只是一个护法神的信仰，那么坚持很不值得。但对上师占珠仁波切而言，那是他对自己上师的承诺，而承诺无分大小轻重，承诺就是承诺。也有人问，上师占珠仁波切何不向迦杰颂仁波切请示，是否可以放弃多杰兄等护法的修持？问题就来了。西藏流亡政府于1996年全面实施多杰兄等护法的禁令，而迦杰颂仁波切早已在1984年圆寂。我的上师不可能向迦杰颂仁波切请示，那为何不请示迦杰颂仁波切的转世呢？上师占珠仁波切就曾跟我们说过，他是向迦杰颂仁波切许下承诺，即便是迦杰颂仁波切的转世，也不能替迦杰颂仁波切代答。另外，我的上师尊贵的占珠仁波切坚守多杰兄等护法的另一个原因，便是为了守护传承。毕竟，多杰兄等护法的修持是格鲁派重要传承祖师传下来的，是格鲁传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当人们批评多杰兄等护法，说他是邪灵，是被视恶鬼，也就等于说我们的传承上师如迦杰帕本喀仁波切和迦杰赤江仁波切等格鲁大师，都是修邪灵的破戒上师，甚至还被视恶鬼所蒙骗。这对格鲁传承而言是一种破坏，因为这样的说辞会让人们对传承祖师的信心退转，那么传承祖师的清净甚深教诲自然也就会遭受破坏。你或许会想，清净教法遭受破坏没什么大不了，但圣教自2500多年前保存至今，就是因为清净教法受到保护和宣扬。我们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自1996年多杰兄等护法禁令实施以来，慢慢的也出现诽谤传承上师的歪风，甚至还有人对这些传承上师的转世进行肢体攻击。迦杰赤江仁波切的转世在年少时期逃离印度甘丹寺，正是因为多杰兄等护法禁令出现后，藏人威胁杀害他。这样的事不仅发生在迦杰赤江仁波切的转世身上，许许多多坚守清净传承的上师和僧人也面对相同的命运。迦杰帕本喀仁波切的转世也不例外。我们的传承大师因这个禁令而无法顺利无碍地广弘圣教，继承前世的伟业，实为五浊恶世众生的福薄，是众生的一大损失。正因为我的上师尊贵的占珠仁波切心系传承的延续，所以他选择排除万难，坚守多杰兄等护法的修持，因为这个修持与这些传承上师切不断关系。最后，上师占珠仁波切也曾说过，他本身修多杰兄等护法长达36年，见证了这位护法神的慈悲和智慧。这位护法神不仅多年护持仁波切，也保护、帮助、护持无数的人，不管那些人是不是佛教徒，是不是格鲁派行者。仁波切见证多杰兄等护法的大悲心和平等心，也见证多杰兄等护法给出的预言都十分准确，更见证许许多多的大师也依止这位护法神。于是，尊贵的占珠仁波切非常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接受这位护法神的护佑和帮助。仁波切希望人们可以透过这个修持与佛门结下缘分，毕竟这位护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护法，与五浊恶世的众生缘分极深。以上就是我的上师尊贵的占珠仁波切坚守多杰兄等护法修持的原因。希望我的这段影片
能破除人们对多吉雄登上师和我的上师的误解，遏止诽谤传承上师的歪风。祈愿圣教常驻。谢谢大家。